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治癒時光工作室嘅頻道。我係身心靈療癒導師吳月寂，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宇宙嘅神聖幾何——生命之花。生命之花 （Flower of Life） 係一個古老而神聖嘅幾何圖形，由多個完美重疊嘅圓形組成，形成一個對稱且和諧嘅圖案。佢被視為宇宙創造嘅藍圖，蘊含住生命、自然同宇宙嘅奧秘。從古埃及到現代靈性修行，生命之花一直係人類探索宇宙真理嘅重要象徵。生命之花嘅起源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，最早嘅記錄出現喺古埃及嘅阿比多斯 （Abydos） 神廟中，雕刻喺石柱上嘅圖案至今清晰可見。此外，類似嘅圖形亦喺其他古代文明中出現，如猶太教，生命之花被認為同卡巴拉 （Kabbalah） 嘅神秘教義有關。基督教某啲中世紀教堂嘅裝飾中，亦都能夠揾到生命之花嘅影子。東方文化喺印度同中國嘅古老藝術中，類似嘅幾何圖形被用嚟表達宇宙嘅和諧。呢啲跨文化嘅出現，顯示咗生命之花作為一種普世象徵嘅重要性。生命之花嘅構成與象徵：生命之花由19個重疊嘅圓形組成，形成一個六邊形對稱嘅圖案。呢個圖形被認為包含咗宇宙嘅基本結構，並衍生出其他重要嘅神聖幾何圖形。一、生命種子 （Seed of Life） 由7個圓形組成，象徵生命嘅起源同創造嘅開始。二、生命之樹 （Tree of Life） 源自卡巴拉教義，代表宇宙嘅結構同靈性成長嘅路徑。三、生命之果 （Fruit of Life） 由13個圓形組成，被認為係宇宙嘅基礎結構，包含所有物質同能量嘅信息。呢啲圖形共同構成咗宇宙嘅神聖幾何，象徵住萬物嘅連結與和諧。生命之花嘅用處：生命之花唔單止係一個美麗嘅圖案，佢喺多個領域中都有深遠嘅應用。一、靈性修行，好多人使用生命之花進行冥想，認為佢能夠幫助平衡能量、提升意識。二、藝術與建築，從古代神廟到現代藝術，生命之花嘅幾何美學啟發咗無數創作。三、科學研究，數學家同物理學家研究生命之花嘅結構，探索其同自然界同宇宙規律嘅關聯。四、療癒與能量工作，喺能量療法中，生命之花被用嚟淨化空間同增強生命力。生命之花同宇宙嘅連結，生命之花被認為係宇宙嘅藍圖，包含咗一切存在嘅可能性。佢提醒我哋，萬物相連，所有生命同物質都嚟自同一個源頭。生命之花係一個跨越時間同文化嘅奇蹟，佢不僅係一個幾何圖形，更係宇宙智慧同靈性真理嘅象徵。無論你係藝術家、科學家定係靈性追求者，生命之花都能夠為你帶嚟啟發與洞察。讓我哋一齊探索呢個神聖嘅圖案，揭開宇宙嘅奧秘，感受生命嘅無限可能，探索生命之花，發現宇宙嘅真相，感受生命嘅奇蹟。記得 follow 埋我哋 IG 同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唔好錯過我哋嘅影片更新啦！